加拿大其实我们这条线已经走很久了，好几年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麻豆文旦的品质受到华侨的认定，所以每年我们都有固定2柜出加拿大，但我们出的超市是华人超市，对不对？都是我们华人买。那我们的文旦到那边去，因为华人他还是有一过那个中秋的习惯，华人对我们麻豆的文旦的品质相当的肯定。我们每一年的那个，比如说那边的通路，他们回报我们的消息。都是很好的、很善意的。这一次风灾那虽然有落果，可是因为后续持续果园的管理目前的品质跟以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采收到那个中秋节距离够时间够所以池水充分的话，那品质跟以往是差不多的。今年其实风灾之后大概打落了18000多公吨，所以剩下它还是有6000多公吨可以做采收了。经过大家的努力之后，这些落果都已经做完清除，我们再开始做一些剩下2层之前的展售，也希望说全国的民众要认为麻豆还是有文旦的，那也希望大家踊跃采购。其实，在销售端里头也是怕说物价太高，造成大家消费者的疑虑。台湾除了麻豆做文旦，还有那个斗六那边文旦，还有鹤冈文旦，其实尤其麻豆采集是最初，所以呢，它不管价格太高，也是怕到市场遇到冲击。所以我们这些果农其实之前议的价钱，我末端售价其实贵微调，其实没有贵很多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封柜，台南文旦赢家了，加拿大。我们还是在农民的努力下、努力抢救下，还是有麻豆文旦可以做外销。所以说，我们第1柜的麻豆文旦要行销到加拿大，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不管是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还是加拿大的外国人，其实都很希望能够品尝到最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那除了加拿大之外呢，我们东南亚的部分也会加强行销，能够让麻豆文旦越来越多人这个喜欢，越来越多人知道。那有人说，那这样的国内的朋友怎么办？当然，国内的朋友我们会尽量满足，但是把销路打开，消费群扩大，那将来更大的盛产期的时候，麻豆文旦就可以充分的支应，借着外销来带动内销，也可以让农民的这个收入以及更多的消费者的权益获得确保，这是双赢。农民收入增加，消费者品尝优质的麻豆文旦，这是我们的目标。六十公嘅欢收看9月2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海巡署台南查客队日前伫屏东外海发现可疑的柬埔寨渔船，原本依照证据是拍算掠偷渡，结果登船检查却查起大批海洛因、大麻等各种的毒品，总重量高达718公斤，预估乌市价值超过15亿。这就是9月中海巡人员伫外海渔船所查获的毒品，有海洛因、大麻等等，总重量高达718公斤，预估乌市市值超过15亿。一旦流入市面，将提供250万人食毒，危害相当惊人。不过，这件渔船运动的案件，原本海巡接到证据是偷渡，结果因为渔船拒绝检查，加速逃走。经过6月1点钟，才顺利办查，找出毒品，逮捕船长加3名船员。船队哦，这边3队，停船了。哇，水啊！停船，停船！这什么？这什么？不知道，真的，这什么？不知道啊。这叫大麻。大麻，找来这套，来，所有东西都可以清出来。查缉的过程堪称戏剧性我们原本是要抓偷渡的，那结果抓到毒品。那刚刚影片其实也播放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它一个悬挂我国国旗的外国籍的船舶，那载运了这个毒品718.19公斤，那市值超过了将近新台币15亿元以上。那如果全数流入我国的社会，那可足供250万人次的来吸食。
伫此其中有一条嘛前往海巡署台南查客队，感谢海巡人员的努力，为个人毒品的危害把关。这个偷运、走私毒品，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成品，还有半成品，这些还有原料，这些如果流进来，危害之大啊！但是能够在外海查缉没有流进来，那造成这短期的效应一定是所谓毒品市场的价格会高涨了哈。但是这个长期效应来讲，就是对于心存侥幸的新鲜之徒能有遏阻的作用。经海巡署将不法渔船查扣以后，专案报请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并进一步追查源头。台南新闻军局采访报道。演者教师节为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市府教育局除了制作台南教育之星系列影片以外，更特别推出我的招牌老师影片，让学生亲自演出呈现老师在教学当中的招牌动作甲口气。该影片在首播头一天现场笑声不断。当有同学睡觉的时候，有老师会这样：老人家来找你哦，不要欺负老人家。睡觉的同学起来，翻前100秒。你们数学不要背公式，补习班教你们那些方法，只是让你们算得快一点而已。Are you ready? Say yes. 台南市教育局今年创新规划“我的招牌老师”影片拍摄计划，让学生模仿老师在课堂中的动作甲口气，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庆祝教师节。22号的首播分享会，副市长叶铁山、教育局长陈新辉、各家长、教师、校长团体齐聚一堂，共同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每个老师在他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习惯的用语跟动作。那其实点点滴滴，其实都是什么？对孩子的一些关心，然后，所以我想这一次的主题的拍摄。透过孩子们的扮演，其实是对老师们由心的一种感谢哦。那每年的教师节，不管是表扬大会也好，或是透过这些影片，或是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些家长会等等，大家都会透过一些活动的方式来表达对老师最深的一个感谢。那当然，我们也了解第一现场的老师们面对目前少子化，那家长对孩子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相对老师的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那在教育局郑兴辉局长的这样带领之下，其实我们从很多的这种城市教育力的评鉴当中，其实我们都看到我们有很多好的成绩的一些展现哦，不管是在食育教育方面，或是在我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教育啦。一些创新力的教育等等，其实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卓著。那有这样子的成绩展现，当然第一要感谢的是谁？还是我们第一线的老师。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透过清理校园采访学生，记录因心目中印象上深刻老师，为学生模仿老师讲课时的手势，为演示老师在课堂中的门校。每一幕拢呈现师生之间情教情感连接，呈现教育现场上真实的情感。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城隍夜会神保生送平安活动，结合传统信仰、亲子手作加文化体验，相当有看头。其中15位学童总办成小会神，伫县城隍庙庙埕的造小，去因大批人雕，敢若小型的嘉年华同款，闹热滚滚。15名小朋友一个用火空气球打扮成花神的模样，相当的水。现场还有中老社区的皮狗戏、盐路豆花、手画花神、开线等 DIY， 不少亲子家庭拢来参加。北区公所只会配合水利局的12花神无水落水头，特别举办城隍夜花神保生送平安活动。透过污水孔盖的一个宣导啊，让民众知道说，
台南市除了说有这个雾水以外，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庙宇跟那个文化在，来行销北区有特色的一个文化庙宇，特别是北区的3座保生大帝庙。保生大帝本身就是一个医神，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还有今天的走读活动，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机会来北区走走，来走访文化园区里面的老庙、老街。北区的顶北坊是当地信用中心，因此也佮结合区内3间保生大帝庙宇，甲台南市保险文化资产关心坊庙、府城关心坊爷孙，用多元生活化的体验活动，让民众伫庙埕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认捌地方信仰甲文化。台南新闻杨淑慧采访报道。过去那段院病房伫交付药品和患者过程中，因为送药物的执勤人员无法度知影药时间调剂完成，需要来回不断的询问，加上处理药局卖增加感染的风险。那拄到管制药品无好好管理，问题更加严重。所以高雄台南分院伫推动智慧医疗的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双方药毒。互安全甲效率拢大大提升。伫院长陈明峰甲高雄营长以下部主任谢正治等贵宾的共同甲摆之下，向前高雄营长台南分院的药品管理全面升级，为病人安全把关。请检查，恭喜！再次掌声。这项智能双向药毒的领药设计，就是让勤务人员要领病房的药啊，唔免进入药局，减少感染的风险，用自动化来缩短等待时间，甚至避免领唔到，知影是啥人伫当时将药啊领走的，来确保用药安全。领药小姐不用进到里面去，减少感染的风险以外，也提升了药师的专心度跟效率。那同时呢，也增加了我们那个领药小姐的事半功倍，她的时间可以节省，而且她不用怕拿错药，因为药名其实很像院长陈明峰上任以后，就全力推动智慧医疗，所以今年6月已经启用的智慧调剂台，对调剂补药加贵药等步骤，拢需要系统定录。全程会当追踪，而且全面上锁，嘛是确保用药袂停打。我相信，在我们药剂科还有智慧医疗管理中心和医疗部、医务器管室、护理部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呢，台南分院不断的朝进智慧医疗的管理，让员工呢成为一个幸福职场，让他们增加他们工作效率，减少他们出错的机会，同时呢守护了我们民众的健康。随着这两项设备的启用，高雄营长台南分院无论院内药局作业，或者是病房药品的交付，伫安全甲效率拢大大提升，一步一步影响智慧医疗，打造更安心的医疗环境。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迎接中秋，永康农会举办中秋感恩夜团圆，现场除了结合优惠料理推广以及在地农产品的展售以外，更安排趣味比赛加食农教育，让民众伫享受节庆的同时，更加认识在地优质的农产品。永康区农会20号举办中秋感恩夜团圆庆祝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包含农特产品展售、新兴美食推广、食农教育等，让民众会当实际体验并享受到在地食材的美味甲价值。同时，农会也特别规划趣味活动，邀请民众热情参与，在活动游戏当中增进友谊，体现团圆的欢乐温馨。
真久无龙狮小组这好朋友来联谊啦吼，啊，互因来遮参加一个手艺竞赛，啊，顺便吼，阮也推广一寡咱在地台南市遮各地农会的农产品吼，啊，互因试食者，啊，帮因推销安尼。中秋节是客家团圆的重要时刻，农会希望借由活动向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会员表达感谢，也透过活动推广在地农产品，互更多人看到农友辛劳栽种的成果。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料理包的市场游玩真夯，不过消费者伫追求省时方便的同时，更看重实在甲价销合理。据说台南在地食品电商伫南赛道文创园区的举行美食嘉年华，除了总铺赛料理甲家电的抽奖，也推出3款新的料理包，吸引真侪民众拢来品尝好料。把鲜红的龙虾放进锅内，与意大利面一起拌炒，看起来相当美味。这是台南在地食品电商所推出的调理包，分别是红酱、白酱、青酱意大利面。所用的食材从鲜虾、鲍鱼、反利贝到和手掌一样大的龙虾，还特别在蓝晒图举办活动，寄出豪华厨电抽奖，让民众来试吃。就是如果平常在家里想要有比较高等的食物的话，高级的食物可能就可以试试看像这样的产品，就在家里面也有仪式感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都用一样的规格，跟我们在餐厅吃到的规格完全一模一样。就是我们复热以后，就是可以跟外面吃的口感完全一样。主厨现场示范如何运用简单的食材，轻松做出顶级料理，分享料理秘诀。疫情过后，料理包成为家庭市场热潮，消费者期待的不只是省时方便，更讲究食材安心、料理多元。那我在近几年发现现在时下年轻人对于烹饪这方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在行。那我觉得，让我想要创立这个品牌，是因为我想要做微调型，然后让大家从简单的食材厨房小白，能够很简单的可以做出家的感觉、家的料理。业者拿出数据，意大利面是台湾近5年面食成长幅度最强的商品，可见台湾人对意大利面喜爱程度之高。顺势推出3款意大利面主题调理包，让每个人在家都能够轻松享受5星级的滋味。记者寿怀谈的报道。位于中立中华路上的一间餐厅，上界特别的是有狗仔做店长来迎接人客。头家娘讲，就希望人客不止食得欢喜，嘛当对甲狗仔互动当中，还是尊重生命。还没正式营业，门外已经有定位的民众等候。狗狗店长们立刻跑到玻璃门前，用萌萌的模样向客人打招呼，请大家等待片刻。这家位在中立区中华路上的时光机是在地少数的宠物友善餐厅。这家店不仅提供餐点，更是一个让人放松与毛小孩互动的疗愈空间。老板娘琪琪说，毕业后就开店创业，但当初经营的不甚理想，于是让自己养的大狗狗们来店内跟客人互动。没想到附近的社区民众反应良好，所以就让狗狗们来上班当店长。第一只养的狗它叫秋生，它就是老大，它就负责掌管全部的狗，跟客人互动或是怎么好样的去相处。我们的第2只狗，它已经12岁，但其实看不太出来。它有曾经参加过飞航比赛，有得过蛮多次的冠军。最多小朋友喜欢的绰号叫白色微笑、天使微笑，就是因为它们就看起来都一直在笑，然后很可爱、很无害这样子。所以，然后它又是白色的，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白兰地。它是春丽，它是我第6只养的狗，它现在2岁，其实年纪还蛮小，但它其实是蛮稳定的一只狗。它是第5只，就请喜欢我们的客人或是网友，然后帮它取个名字，然后大家最后就是选五花肉。老板娘说，很多客人会带孩子来体验，她会教小朋友如何与狗狗互动，慢慢克服恐惧，喜欢上它们。有时候你就是可以教自己的小孩说，不管喜不喜欢，但是你来了之后，你可以多认识一些可能像狗狗。然后有一种像生命教育的感觉，你可以不喜欢，或者你可以喜欢，但是就是彼此互相尊重。不过友善并不代表毫无限制。琪琪坦言，过去因为宠物自由落地曾发生冲突或意外，现在改为规定宠物需留在笼子或推车内。虽然网络上出现一些不满的声音，也因此少了部分客群，但这样做能保护每一位客人与店内的狗狗们。有些客人可能没有，就是可能想要享受吃东西，然后就会稍微
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毛孩。我们家有一只五花肉，然后它4个月的时候不小心被客人的狗咬到眼睛，差点瞎掉。所以其实有很多后面延伸的问题，到现在我们就变成有一点规范，就是宠物不落地。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客人就会argue说，为什么你们是宠物友善，然后又说不能落地？对，就是会很矛盾。可是我们就只能，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很多事情嘛，所以我们就只能选择取舍。第一次造访的刘小妹妹开心分享，虽然一开始有点紧张，但看到狗狗乖巧的模样，她完全放松，还特别点了甜点，边享受边陪伴毛小孩。最喜欢哪一只狗狗？萨摩耶，因为它很好摸。下次我还要来这里。店内还特别安排了与狗狗们的合照时刻，狗老板秋森和白兰地带着向日葵花圈，模样萌翻全场。时光机用美食和毛小孩打造疗愈角落，店长琪琪也再次提醒，爱动物的同时更要彼此尊重。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位于高雄顶清湖边已经存在32档的海洋基丁园，近来传出将伫年底停业，引发民众热烈的讨论。对此业者嘛强调，因将甲市府沟通，期待重做双赢。高雄澄清湖回归市府管理已满2个月，是假日亲子出游的热门景点。近日却传出内部已经营超过30年的海洋七珍园，由于租约即将在年底届满，很有可能不再给予续租，引发民众热议。与其说它是水族馆，还不如说它已经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洋博物馆。那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点是，澄清湖海洋七珍园，它目前是内政部海洋教育中心在高雄唯一命列为它其中的一个从事海洋教师的一个场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教育场域跟一个生态观光非常好，跟澄清湖的一个绿会我们高雄市政府正在推广的，能够将来合而为一，将来成为一个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澄清湖海洋奇珍馆建立至今已超过半甲子，是许多高雄人的童年回忆。建筑本体是于1959年设置的防核子地下指挥中心，后经自来水公司活化整理，施改为海洋奇珍园。内设有29座大型水槽，饲养超过500只海洋生物，更有着珍稀贝类及珊瑚化石。有点可惜，这个地方是小朋友可以来的地方。哎呀，小朋友还没有看过这种比较我们一般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足可惜。我感觉真正爱继续该留的安尼啊。无你收起来，真正足无差的。对啊，无咱高雄上近的就是垦丁啊嘛，海族馆和垦丁嘛，水族馆。第一只感觉嘛是袂歹。而且也是历史的眼泪啊！如果收起来，真的，足唔甘的啊。所以今日多礼拜带恁仔来行行的多好，互阮嘛找到童年的感觉。对此，市议员郭建盟也提出看法，认为应该对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提供保障。由于水底生物生命脆弱，经不起搬家的折磨，无法如一般商场退场再进场，建议市政府应该考量水族馆的特殊性质，在换约预约的过程，确保30年鱼虾的生命权，让这个台湾独有核战争防空隧道与澄清湖水生馆的历史与教育意义，在重新换约后继续服务高雄市民。现有的500多种水生动植物，全都是高雄的宝，应该全力守护保存。这座屹立于澄清湖畔32年头的海洋奇珍园该何去何从，就有待市府研议后才能见分晓。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2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
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